食水安全相當重要。本港市民飲用的大廈食水，一般都是先儲存在大廈水缸，但要作定期清洗才可確保食水衛生。有清洗水缸師傅指出，如大廈食水缸長時間沒有清洗，食水會變成啡色，水缸底會有很多沉澱物、污垢和泥沙混合，十分污糟。最誇張的例子是有大廈水缸長達5年未曾清洗，水缸擠滿5寸淤泥。大廈食水缸需要幾耐洗一次？其實根據水務署指引，大廈食水缸每隔3個月就應該清洗一次。雖然食水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健康，但師傅直指普遍市民對定期清洗水缸意識不是很高，因為市民想節省金錢，尤其是私人住宅，有住客投訴才會洗水缸。究竟大廈食水缸有多污糟？早前有從事清洗水缸多年的清潔師傅開工，了解當中情況。師傅表示，清潔食水缸不會用清潔劑，因為洗不乾淨會令清潔劑殘留在缸內。一般會用刷、百潔布和毛巾，如果太污糟，我們會用高壓水槍。工人洗刷後過完清水，再把所有污漬污水抽乾後，便會注入乾淨食水。師傅又分享自己從業期間見過最誇張的例子，那個水缸5年沒有清洗，有很多污垢、霉菌、泥沙和鐵鏽跡，缸底4-5寸都是泥、垃圾和污垢，要親手用水桶清理，清理乾淨才可清洗。面對食水安全隱患，市民各出奇招。不少市民直言不信任水管水質，長期購買瓶裝水。有則每日早開水龍頭放水2至3分鐘，沖走隔夜雜質。也會有安裝濾水氣球心安，確保能過濾重金屬、細菌等，但建議3至6個月更換，避免2次污染。不潔食水可能散播沙門氏菌、志賀氏桿菌、彎曲桿菌屬細菌、輪狀病毒和腸病毒等致病源，會引起腸胃炎病徵，例如短暫性的腹瀉、腹痛及嘔吐等。所以食水安全絕對不容忽視。